南投縣府有來主辦南投48拍電影音比賽，這是愛佇48點鐘來出一支電影音。參加的呢，大多數攏是少年仔，那冠軍是一個27歲的青年，伊是住佇南投的德山，也毋過這回比賽呢，伊是抽到愛來翕水里，伊是甲這偏鄉醫療資源有限，人互相幫助的情形甲翕出來，也來展現水里的人情味。我要去水里。等一下。不是那個水里，是南投水里。少年人愛看電影音，嘛用少年人的方式來翕大一個家鄉南投縣。這支影片是南投48翕電影音的縣市比賽的冠軍，創作者是27歲的阿豆。所有的工課伊全部編劇、攝影、剪接，連演員攏是家己。伊住德山，平常時是咧經營德山的在地網站。毋過這屆比賽去抽到翕水里。這屆摕到第一名就是我知影一個比賽，伊無一定攏愛排到足老派、足自私的。水里的故事就是我知影，原來一個地方它不缺精彩，它缺的是一個呈現的角度。回到竹山之後，我也想要繼續做這件事情，用很不一樣的角度來呈現給大家竹山的感覺。主辦單位南投縣政府講，來參加比賽攏是少年人較濟，嘛毋茫鼓勵創作者加入南投，對無同的角度來呈現着南投豐富的人文啊個自然。第一名讓我特別驚訝的是，他可以把偏鄉醫療拍得這麼的好笑，讓大家知道南投的醫療是多麼的重要。那第二名跟第三名也特別着重在觀光跟農特產品。那希望南投縣政府能成為全台最棒的創作舞台。頭獎獎金10萬塊，南投縣政府表示，進入決賽的13個隊伍，先抽卡啊抽出要翕的所在，像卡本拍影片剪接，愛佇48點鐘內完成一支電影音。比賽雖然已經結束，啊，毋過影像翕過的所在，真儕故事，閣值得繼續來記錄。記者安修南投報道。